各位兄姐，大家平安。平安平安。感谢主的恩典，互咱过一摆自接来敬拜咱的上帝。这时，请咱大家备办心，三甲来敬拜。练着耶和华唱新的歌，全地拢着耶和华唱歌，着耶和华唱歌，祝谢伊的名，日日传播伊的救恩。伫列邦的中间，讲起伊的荣光；伫万百姓的中间，讲起伊奇妙的所做。因为耶和华最大，应该受极大的侮辱；伊伫正神明的顶面，应该受敬畏。这时，请咱大家来吟诗阿罗上帝圣诗第24首。圣诗第24首，歌心阿罗至高上帝，万民拍拜伊骹下，赎回伊伫赦免满满。咱着阿罗来君我，阿罗敬奉，阿罗敬奉，阿罗永活君王。请咱大家起立来吟。Thank you.
只是请咱犹原徛地，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。请大家齐声来念使徒圣经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子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比亚岛任内受苦，顶十字架死，埋葬罗阴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，上天，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。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神，共同的教会，圣徒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复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这是请咱三甲来启应上帝话。启应文第55，启应文第55，伫圣诗的后面1009页。启应文55，也就是马太第6章，这是请咱三甲来启应。毋通为着恁的性命，要食啥物，要啉啥物，得操烦。性命敢毋是比食物较重要？恁看空中的飞鸟，因无种作，无收成，嘛无囤积粮食伫仓库。恁剑无比因较贵重。恁若着因为要穿啥物操烦？不过我甲恁讲，连所罗门上荣华的时，山野的花草，今仔日得活，明仔载互人翕落火炉。伊减袂搁较甲恁糟蹋，所以恁毋免操烦讲，阮要食啥物。这拢是外邦人在追求的。着先追求伊的主权，甲伊旨意实现。所以毋通为着明仔载操烦，一日的艰苦一日长。这是请咱额头三角来祈祷。主爱天父上帝，听世间众人的主上帝，阮满心欢喜来敬拜你。伫即个感恩的主日，阮众人做伙用感恩甲欢喜的心来朝见你。阮感谢你过去的日子，一年来你的照顾甲保守。阮嘛感谢你，调阮成做你的儿女。感谢你使阮众人会当伫遮敬拜学罗你。至高的主，你是充满着无限的智慧甲慈爱的上帝。你是掌权天顶，嘛掌权地下的主。你照你的形象创造阮每一个人，赏赐阮活命，阮嘛更加感谢你。虽然有时阮会行伫黑暗的山谷，阮嘛袂惊灾害，因为阮深信你一定会成做阮的保护者。阮嘛感谢你，伫阮所行的路中，你的拐、你的腿，拢会来引带阮、扶持阮、安慰阮，无互阮来跋倒受伤。虽然阮伫困苦艰难的时阵，阮嘛相信你的恩典，
一定有够额。你全能的手时常来扶持阮，因为你的保护，互阮会当安然徛牢。永爱上帝，你是阮的目睭所看无的着的，你是阮的心无法度测度的。你的意念无亲像人的意念，你的道路悬过人的道路。感谢你赐了独生圣囝来为阮受死，因为你的宝血来洗清阮拢总的罪。亲爱的主上帝，阮感谢你对阮每一个人的疼，你有教示阮爱时刻欢喜，温群祈祷，无论什么境遇下面，阮爱感谢，因为这是你所命令阮的。同时嘛提醒阮，时常爱用疼心来好款待身边的每一个人，特别是需要帮助甲关心的人。主上帝，恳求你的圣神进入阮的心中，用你的真理来管教阮、装备阮，互阮会当尽心尽力来服侍你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阮今日伫礼拜中要举行圣餐，愿大家伫这属灵的宴席中，靠着恩典，得到灵命的帮助，重新得到向前的动力，甲满满的平安。礼拜后也有感恩的餐会，用餐完毕，要来大饼扫甲圣诞的布置，求主信心引带来完成一切事工。这时，阮也要为世界紧张的局势、台湾国家安全、民主来祈祷，恳求上帝来掌权、看顾甲保守，显明你的公义甲慈爱，互公义来得胜，互和平早日临到，互这受灾的百姓会当得到安慰，会当得到医治，也互因有气力来面对头前的路，互人民会当过着平安的生活。主啊！也恳求你保守稳正大家的身体健康，其中若有身体欠安的，求你透过医治大能，医治阮正受病痛困扰的兄弟姊妹，用你温暖的大手，抱牢内心创伤受苦郁卒的兄弟姊妹，也恳求你圣神带领阮正兄弟姊妹，毋那只是来参加教会聚会，更加会互相关怀分享。实践主的疼痛，活出有见证听的基督徒来荣耀主的名，也恳求天父上帝，只是悠然平平伸出你的圣手来扶持抓扛，无来到你宝座前的兄弟姊妹，无论因徛起伫什么所在，拢会当得到你的保守看顾，带领每一个脚步，日日平安喜乐，领受你的祝福。阮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这时的赞美，咱要请圣歌队来带咱学罗上帝。会唱。圣诗。咱要会，咱学罗要会众斗阵来念圣诗，303首。这时请咱起立来念。天仙天地。
请坐。这是咱要三甲来听上帝话。咱今日要读的经节是伫旧约诗篇100篇。旧约诗篇100篇。诗篇100篇第1节，全地着耶和华出欢喜的声，恁着欢喜的心服侍耶和华，唱歌来到伊的面前。恁着知耶和华是上帝，咱是伊创造的，咱也是伊的，咱是伊的百姓，也是伊草场的羊。着用感谢入伊的门，用懊恼入伊的院。着感谢伊，学了伊的名，因为耶和华是好，伊的主爱到永远，伊的信息到万世代。下面讲到，咱今日牧师要传予咱的信息是感恩的生活，请咱即时恭敬来听。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咱搁到伫11月最后一个主日，就是感恩节。所以咱伫2024年要结束的进前，咱做伙来思考，就是咱伫过去的一冬的中间，咱有啥物通感谢上帝？咱也伫遮来回顾咱过去这一冬咱所行过的一切，无论是顺利无顺利，无论快乐悲伤，也是有时阵拄着困难挑战，但是咱伫今仔日就是爱学习用感谢感恩的眼光，就是咱信仰上重要的。咱甲上帝的关系来看咱所行过的一切，所以伫今仔日，咱伫圣经信息分享以前，咱先做伙压头来祈祷。慈悲疼痛的主上帝，阮来到你的面前，是带着感恩的心，因为阮知你的旨意拢是美好，你也疼阮，所以你爱阮行伫你的路的中间，互阮会当甲你亲密做伙同行。所以伫今仔日，愿做伙要来思考，你伫阮的生命中间，你怎样互阮学习？学习就是倚靠你，学习就是用懊恼感谢来归互你，相视阮也学习用感恩的心来彼此相对待。所以主啊，恳求你的圣神陪伴阮，帮助阮，互阮讲的甲听的都会当白白得到利益，得到造就。阮的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今仔日咱读的是诗篇100篇。咱爱知影，当咱掀开咱手头的圣经，无论是倒一款的版本，无论是汉字台语，也是中文和合本，也是你有特别去看英文圣经，实际上诗篇100篇拢有一个标题。从台语圣经标题是感谢的诗，有的圣经的标题是懊恼的诗、赞美诗、感恩诗。所以
诗篇100篇，就是爱咱向上帝献出咱感谢的恶乐，感谢的恶乐。所以，咱对伫诗篇100篇，咱要用4个观点来看，怎样才会当过着感恩的生活。咱第一，咱来思考的就是，什么是感恩？什么是感谢上帝？就是要公开感恩的生活。第一点就是要公开来感谢上帝。第二咧，什么叫做感恩的生活？心甘乐意的心来服侍上帝。第三，什么叫做感恩的生活？咱因为体验经历着上帝的疼痛甲恩典，所以咱感恩，咱感谢上帝，是出对咱的体验，咱经验着。第四个部分，第四点，什么叫做感恩的生活？感恩，感恩毋是干那2字，哦，真侪宗教拢嘛讲感恩，感恩，对无？咱寄付，哦，东部遐真实行寄付钱，然后咧用感恩，感恩，感恩，干那是2字，放伫嘴头、嘴顶面迄讲尔。感恩实际上是上时是态度，上时也是行动。落去下说，咱拄读着诗篇100篇第1节讲，全地着向耶和华出欢喜的声，出欢喜的声。什么叫做出欢喜的声？和合本讲什么？向耶和华欢呼。咱看到演唱会，也是棒球比赛，什么叫做欢呼？出声、出大声，公开，互别人拢知。Team 台湾加油！互大家知，哇，这个是演唱会真精彩！你出欢喜的声，公开出声，互别人知。这个圣经内底，旧约圣经讲感谢感恩，哦，希伯来文讲亚达。其实，这个希伯来文原来的意思也是你公开表达，你公开承认，这是希伯来文伫古代以色列的观点内底，这就是感谢。感谢就是爱表达出来才准绳。所以你讲我感谢伊，但是咧，你讲我心中感谢，这是旧约内底无即款代志。这是以色列人的即个吼，因的思考内底会感觉这真奇怪。你感谢，但是你无表达出来。然后你讲我感谢，但是咧，对方感受袂到。咱知影圣经内底，尤其旧约圣经内底所讲的感谢上帝、感恩，对上帝感恩，就是要公开表达、公开承认。所以感谢上帝的疼痛，咱袂当放伫心中。你知我知，上帝都知。毋是诗篇100篇所讲的感谢耶和华，这个感谢是公开，咱愿意公开表达、公开承认，安尼较准算，安尼较是真正的感谢。这咱真好了解啦吼。有时阵，别人请你食好料，你敢会当讲食了后，然后咧？
嘴巴一抹，拜拜就走啊。对方会安怎想？对方大声的想讲安尼，你敢是我请你食的物件，你感觉无好食，还是安怎？啊，若上较负面咧，即个人毋知影感谢，对无？对人就是安尼，何况是对上帝？感谢就是爱公开表达才准绳。当然，这是以色列人因的观点，好亲像台湾人，尤其是咱台北市大都市内底，咱拢比较人讲中南部真热情，然后咧台北，人讲台北人较含蓄，但是就伫诗篇100篇所讲的感谢，咱爱知影，感谢爱表达出来才准算。对上帝的感谢，咱爱亲像诗篇100篇的所讲的，向耶和华出欢喜的声。咱透过礼拜中间，咱的诗歌，咱透过咱平常时，甲咱的亲情朋友厝边头尾，咱表达咱对上帝的感谢，咱表达这份关系，互我带来什么款的无共款，我愿意讲感谢上帝。当人讲哇你好厉害的时候，咱基督徒敢是沾沾自喜？可能毋是。咱基督徒，就算讲你是一个习惯性，但是有好习惯，总比歹习惯较好，对无？就是感谢主，感谢主。至少咱会当互遮个毋捌上帝的人，会当体会到恁基督徒无共款。就算讲只是一个简单的一句话感谢主，但是因就已经会当去思考讲，你拜的上帝，互你无共款哦。当别人学了你竟然大声讲的、大声欢迎的，感谢主，感谢上帝。所以弟兄兄姐，咱对上帝的感谢，咱感恩的态度，咱因为出对感谢上帝所付出的行动，实际上会当影响到咱四周围的人，互因会当开始想到讲，这个上帝无共款，基督徒所拜的这个神无共款，影响到咱四周围的人来追求上帝，来敲吹，来想要了解基督徒所拜的这个神为什么这么无共款，互因会当透过因的敲吹，透过因想要来认捌上帝、认捌道理，互因会当得到甲咱共款出对信仰得到的平安、欢喜甲愿望。感恩的生活，也是心甘乐意的心来服侍上帝。弟兄姐，咱长岛教会、台湾基督长岛教会，伫超过半世纪以前，就有讲到一个口号“三献运动”。咱在座较有年纪的，敢有细汉的时阵就听到港台伫遐讲三献。其实这个三献是对台湾本土来的哦。公庙嘛有三献，你若对即款宗教事务有迄关心的，你就知影公庙嘛有三献。但是咱基督徒的三献是啥物？三献
献身，然后咧献工，搁来咧献金。献心就是咱付出咱的心思，咱为着教会逐项的事工，为着教会兄弟姊妹，咱放伫咱每一工的祈祷的中间，咱有心伫咱家己的教会，咱献出心。当你献心，你就愿意付出时间、付出精神，然后咧献工，就亲像咱拢有参与教会的服侍，无论是礼拜中间，即个大家看会到的服侍，也是点点咧做教会摒扫、教会的整理，也是教会物件歹去，你来修理。教会逐项的事工、逐项的需要，咱献出咱的气力，咱献出咱的智慧，咱的才能文士，这叫献工。献金咧，当然这这咱主日礼拜，每一礼拜咱拢有奉献。咱服侍上帝，参与教会逐项事工，咱奉献咱的金钱、咱的时间甲才能，这就是咱回应上帝的慈悲疼痛、恩典的实际行动，来表达咱对上帝的感谢。所以咧，当咱读到诗篇100篇，讲到咱爱乐意的心来服侍上帝，这就甲咱讲，讲到即个心态，咱服侍上帝，毋是干那用咱的手，用咱的身躯，用咱的头壳，搁较重要的，咱用心伫咱的服侍中间，咱用咱的心来关心，咱用咱的心来替教会的兄弟姊妹来想，用心是非常的重要的。感恩的生活，也是爱咱体会到上帝，体会到上帝的作为，体会到上帝的疼，体会到上帝甲咱关系的美好，所以咱来感谢上帝。所以诗篇100篇第3节讲：恁着知耶和华是上帝，咱是伊创造的，咱也是伊的，咱是伊的百姓，也是伊草场的羊。恁着知耶和华是上帝。咱知影耶和华，即个希伯来文的翻译，有时阵是用上帝的名，有时阵咧就是主宰。所以诗篇100篇第3节，其实也会当了解做恁着知主是上帝，主宰是上帝。这个天顶的主宰是上帝，咱知影上帝掌管一切，所以咧，咱所有的一切，咱所拥有的，其实拢毋是咱家己的功劳。顶礼拜讲到牧师要鼓励正餐人努力打拼。尽心尽力，但是咧，一个风台来，一个大水来，就拢无去。当然，天灾这款代志，有时阵是咱基督徒，咱毋知影安怎解释。除了讲上帝的旨意是超越人所会当体会的，上帝的意念超过人的意念，
但是咱总是心中会有一个疑问。不过，对伫遮个发生伫世间、发生伫咱四周围，努力拍拼，但是咧，无拄拄保证会成功即款代志。其实咱爱想着正面的，就是咱今仔日坐伫遮，敢毋就是上帝的恩典，互咱会当坐伫即个所在，互咱会当呼吸着今仔日早起的空气，互咱至少好骹好手。可能年纪大，行动有较无方便，但是至少咱阁会当来到礼拜堂中间坐伫遮。咱只有感谢上帝，咱只有感谢上帝讲，你留我一口气。感谢上帝讲，今仔日早起我目睭天开，我听到鸟仔迄叫。我看到日头真水，弟兄姊妹，咱所有的一切，毋是干那咱家己的功劳，这拢是上帝的手术。所以传道书敢毋是甲咱讲，咱努力拍拼的，咱享受。所讲的享受是啥物？是带着感恩的心，带着感恩的心，带着对上帝的敬畏，咱来过咱的生活。所以，弟兄姊妹，顶礼拜，因为即几礼拜咱拢会讲到。怎样过感恩的生活？所以咱顶礼拜也有提起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8节，讲到凡事感谢，即个重要的道理。怎样才会当凡事感谢？咱只有谦卑咱家己，咱知影努力。无成果，咱至少上帝留咱一口气，连工较来拼。即马拄着困难，咱至少知影，咱有主内兄弟姊妹，你有心中有啥物郁卒，至少有人愿意听，至少来到伫遮。你四周围的兄弟姊妹会甲你讲平安。想讲，也无输细汉伫台北大汉，但是18岁以后就无伫台北啊。当有机会，亲像即马佫转来台北，有时阵我会感觉讲，咱活伫即个台北市即个大都市内底，有时阵有人愿意甲你讲平安。你看教会外有偌济机会，人会甲你请安。我感觉伫台北市，咱台北市的都会，即个大都市的生活，有时阵咱真正会珍惜来到伫遮，兄弟姊妹甲你讲平安，甲你讲你顶礼拜过去即礼拜你过啊怎样？我感觉这真正是真宝贝。无错，咱教会是世间教会。无错，可能伫遮久久，有时阵咱加减会看到人的软弱，但是至少叶牧师的感受，来到伫遮有兄弟姊妹甲你讲平安，来到伫遮你一礼拜有咱教会所摆的招待，甲你讲平安。替你摕即个圣经诗互你，真正伫咱的即个社会教会外，这是真少的机会。
有时阵连咱去食饭，去去餐厅，有时阵工读生拢无要插你咧，真正有时阵是安尼。有时阵，咱行伫路中，会甲你拍招呼的，拢是教会兄弟姊妹。所以入去较济，其实咱每一工，拢会当体会到、经验到上帝对咱特别的疼，甚至咱过去也行过艰苦的日子，也是咱捌拄着生活中间真大的挑战。但是安怎讲，咱拢行过啊！安怎讲，咱拢行过啊！就算讲即马犹原有困难，但是过去的困难咱行过啊！咱哪会当讲啊？上帝啊，你若无爱插我？咱哪会当讲即个信用对我无帮助？过去的困难咱行过啊，然后咧，咱兼有可能即马拄着困难，但是咱敢会当因为即马拄着困难，咱就讲过去上帝带咱行过困难拢无准算，袂使去。咱拢经验着上帝，所以咱愿意用感恩的心来保持即个上帝甲咱的关系。咱愿意用感恩的心来甲咱的兄弟姊妹、甲咱的厝边头尾维持关系。因为无论咱伫什么款的情景下面，上帝的慈悲疼痛拢无离开咱。然后讲到感恩的生活，咱嘛莫袂记住，感恩两字毋是口号，毋是干那会当口号。亲像讲咱讲平安，无错，这是咱教会台湾教会传统中间彼此拍招呼，咱讲平安平安。当然，李登辉总统，咱长老教会的信徒，伊做总统了后，伊每一遍公开演讲、公开讲话，伊开始会讲台湾同胞大家平安。兄弟姊妹，即个乡亲父老、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所以开始即马，教会外也开始拢互相讲平安。平安，咱若敢若挂伫喙内底，真正是无够。所以咱互相讲平安，咱搁爱有刷接的动作，刷接的动作。真有可能简单亲像咱家己反省，我对人讲平安，我敢真正有平安。当然，咱搁爱反省的是，咱大家做伙，敢有互即个平安成做事实？敢有将平安成做事实？这简单会当讲，你讲平安的时阵，是互人感觉是例行公事。啊，是常时你有一个笑面，好笑面，互人感受会到，因为即个好笑面，互对方感受到平安，互对方看了后真欢喜，心情也好起来。同款的感恩，常时一个生活态度，常时也是咱活活的行动。实际上，咱反省起来，感恩这项事，其实就是一个选择，是一个选择。对咱家己来讲，是一个选择。差不多30年前开始，大家讲 EQ， 情绪商数，开始大家除了看人的知识，甲聪明以外，佫会讲到情绪控制。
毋知影恁敢有即款的体会？当然，牧师有比咱大部分的兄弟拢较少年，有时阵会当体会到，情绪其实也是一种选择。情绪其实是一种选择。为什么安尼讲？你伫你的顶司头前，你敢会发脾气？袂啦吼！我若伫顶司上司面前发脾气吼，我头路袂保，头路就了啊，都无去啊咧。啊，为什么你对下属就会咆哮？这个最近这个真大的新闻，职场霸凌，敢毋是你选择咆哮，迄是你选择的。然后你伫你的顶司顶面咧，乖乖，是的，好。情绪是一种选择，态度也是一种选择，亲像感恩也是一种选择。咱会当选择，只有看到家己的付出，然后咧，万一成功，就讲这是家己的功劳；然后咧，万一拄着失败，就埋怨、怨天、怨地、怨别人。感恩是一款选择，所以咱也会当凡事伫遐思考着上帝的疼，伫即项代志的中间，上帝的疼怎样，互整个代志无共款。凡事拢看到上帝的疼袂改变，咱也会当选择提醒咱家己，万事拢有上帝的旨意，然后上帝的旨意是美好的，上帝的旨意常常超越咱所会当想象的好，所以咱会当因为安尼来感谢上帝的恩典。所以，当对上帝的感谢、感恩，真做咱基督徒生活的基本的态度。咱看凡事，当然，咱拢有情绪。亲像大大讲的咧，咱就算讲选择伫咱的顶司，当然咱在座有退休的，咱思考伫一个掌握你生杀大权的人前面，鼓励啦，警察啊，咱嘛知影讲吼，咱对警察随便受气会安怎？妨碍公务，这是公诉罪，马上抓去派出所。咱选择伫迄个会当掌握咱生也是死，生也是死。人的面前，咱选择不爱发脾气，这是一个情绪控制。同款的，其实对代志的态度，咱也会当慢慢来改变，慢慢来改变。咱想着上帝的疼，咱想着上帝伫万事的中间拢有伊的旨意。那安尼？可能咱受气的机会变少，咱受气的时间变短，咱心中所藏的怨恨会变较少。可能今仔受气，明仔载困醒，阁是新的一天，然后咧，就无阁遐尼怨恨啊。对上帝的感恩，真做咱基督徒生活的基本的态度。凡事看到上帝不变的主美疼他，咱确信上帝的旨意上美好，真做咱的基本的态度，真做咱看代志的角度。那安尼，咱会感恩，才是真实的回应上帝。这款感恩的行动，才会当无受到外在的影响。这款感恩的行动、感谢的行动，才会持续维持动力，互咱会当向前来迈进。
无错。咱感谢上帝，我想咱基督徒拢感谢上帝。但是真正有时阵，咱真容易受到外在来影响。所以伫教会久，咱拢知，有时阵咱会讲，我做到流汗，互人嫌啊流烂，所以我不做了。即款的代志真多。咱也真正会当体会到迄款的实际的感受，迄款失望，迄款的无能为力。但是要怎样互咱感恩的行动会当持续？这只有咱用感恩的角度来看代志，用感恩诚做咱的态度来面对代志。那安尼，咱才袂因为伫教会的服侍中间，咱煞变做好事，但是煞家己跋倒。咱也袂因为安尼。有人会讲啊，来教会那会拢受气转去啦。就因这感恩是态度，是咱生活的态度。因为即款的态度，互咱的行动会当持续有动力。即款感恩的态度，就是咱愿意将咱个人的观点提升到信仰的观点。咱用上帝来看咱家己，甲看别人。咱看到上帝的疼，咱看到上帝的疼是袂改变的。咱体会到上帝的旨意是上美好。本来你感觉这是歹事，但是当咱有耐心，咱有坚持。咱拢看到上帝其实伊的旨意上美好。就以下这，伫感恩节的主日，咱就做伙彼此来扶持，彼此来提醒，互对上帝的感恩，成做咱生活的态度，甲咱行动背后快乐的根源。咱做伙按头来祈祷，慈悲疼痛的主上帝，阮真正感谢你，感谢你，互阮会当伫感恩节的主日中间，阮搁一遍透过诗篇100篇，你提醒阮，阮对伫主你的感谢，爱扩大伫阮的生活中间。互即份的感恩，成做阮生活的态度、看代志的角度，甲阮行动背后快乐的来源。求主你时刻提醒阮，就是阮是有限的，阮常常看袂出你旨意的美好，阮也常常因为外在的影响。互阮袂记即你的慈悲疼痛是袂离开阮。主啊，当阮感觉孤单的时阵，求主你圣神提醒，就是你甲阮同在。当阮灰心丧志的时阵，也恳求上帝你的圣神提醒阮，互阮知影，就是你的旨意。超过人通想象，所以恳求上帝你的圣神时刻带领阮、保守阮，互阮会当真正活出感恩的生活。阮的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好，咱线接要来守圣餐，咱做伙来吟圣诗。365首，圣诗第365
65首，互咱坐个认。以主耶稣基督的名，欢迎记那属伫伊的教会的陪参者来参加守主的圣餐。亲爱的兄弟姊妹啊，就听主耶稣对记那归向伊的人所讲恩典的话。耶稣讲：“你记那着我大重大的，就就近我，我要互恁安息。”耶稣也讲：“我徛伫门外拍门，听见我的声来开的人，我要入去住近伊，来甲伊食，伊也甲我食。”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甲恁做伙伫地。所听的兄弟姊妹，请恁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。就是照保罗所讲的，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，就是主耶稣互人买迄暝，有提饼祝谢来拜伊，讲：即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，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食了后也安尼旁杯，讲：即个杯就是新约，伫我的血设立的，记若啉的时，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因为恁逐摆食即个饼。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，直到伊过来。当主耶稣互人买迄暝，有提饼祝谢，所以咱伫伊的名，照伊的模样，大声来感谢上帝。咱做伙按头来祈祷。充满慈悲疼痛的主上帝，阮照着你的命令摆设这个宴席，是为着纪念你永远的祭司。愿谦卑来到你的道的面前，愿求你找圣神来圣别阮。也你的圣神常时圣别者会摆伫你面前的饼甲葡萄汁，互阮会当
通过领受才会对着神有份伫你的身躯，甲你的保护，对伫你的稳定，愿得到帮赞，会当通过守圣餐来成做阮属灵的培养，也互阮会当伫你的稳定的中间，阮得到成长，互阮会当伫阮日常生活中间荣光你的圣名。愿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主耶稣讲：“这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，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。”主耶稣讲：“这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，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。”请旁边的长老来到台前。这主要说的辛苦，有点怕怕。这主要说一段辛苦的，有点辛苦。这个是基督的身躯，为着咱所拍破的，咱就行安尼来纪念伊，咱做伙来领受。主耶稣讲，这个杯是新约，伫我的血色里的，既然啉的时，就行安尼来纪念我。请长老来捧杯。主耶稣基督的血，跟你说声过。主耶稣基督的血，跟你说声。
这个杯是新约，伫耶稣基督的血来设立的，咱就惊安尼来纪念伊，咱做伙来领受。恁逐摆食即个饼、啉即个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直到伊过来，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恁伫地。但做伙来祈祷。愿感谢无所不能的主上帝，感谢你极大的疼痛，你互阮有份伫你的道，通来领受你的圣餐，互阮的灵魂你着培养，互阮领受即个属灵的食物，会当透过安尼，互阮明白你是欢喜阮、疼惜阮，也提醒阮，阮是圣囝主耶稣基督奥妙的身躯的一体。你也互阮搁一遍用阮的行动来告别，阮有份伫同一个岛，所以阮甲主你，阮也甲阮的兄弟姊妹，拢是同一个身躯，阮拢是你的肢体。愿主你，互阮时时刻刻会当有即款的体会，互阮领受你灵魂的食物了后，阮转换成做疼心的行动，来彼此相对待，阁会当疼阮四周围的人，亲像家己。主啊，阮谦卑恳求你。求主你会当接纳愿献阮本身予你，佮用你的慈悲疼痛帮助阮，互阮会当持续即款圣洁属灵的交通，互阮对担了后时时刻刻拢是爱荣光你的圣名，恳求你的疼痛。看顾阮，带领阮，阮的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咱大先请服侍的长老来受杯。咱对即边开始，咱减少使用一次性塑胶用品，这是咱做上帝百姓，疼惜上帝创造即个世界，咱尽咱淡薄仔的气力。但是咱知影，既然讲这圣餐杯是永久的，所以咱就是爱收圣餐了后，就爱收回来。
咱即时来吟诗应答上帝话，圣诗第304首。圣诗第304首。我要学老，我要学老，我要学老，我主上帝。我要学老，我要学老，我要学老，我主上帝。约翰有听见，拢总受赎惊离。因一齐出声学老主圣名，有人在祈祷，有人在唱歌。因一齐出声学老主圣名，请咱起立来吟。请坐，这是咱要来奉献，请义节执事甲颐养执事来书献。大家起立来吟奉献的诗。请坐。这是我来报告，请咱先开酒报吼。
咱时间过了真紧啊！咱若看到工厂佬甲工厂佬转来，就是3个月已经搁过去啊。今日伊甲伊的查某囝拢来伫咱教会，吼，咱真大家真欢喜。报告事项吼，本主日为感恩节礼拜吼，礼拜中举行圣餐，礼拜后有感恩餐会，请兄弟姊妹老婆吼用餐，互相联谊，并伫用餐后，咱若有闲的兄弟姊妹来一同参与咱年度的大饼扫甲圣诞的布置。第二，下礼拜开始连续3个主日为大降节，兄弟姊妹一同预备心迎接圣诞节。第三，礼拜5暗时7点半为教会查经祈祷会，主题经文为新约圣经加勒泰书，请教会兄弟姊妹来踊跃参加。第四，需要探访也是愿意开放家庭来举行家庭礼拜，兄弟姊妹请甲牧师也是教会中职来通知伊哋来安排。第五，咱下主日就是大降节第一主日，题目是洞察时机吼。咱经文启用甲圣诗经文，咱家己来看。咱看咱的聚会活动，咱主日礼拜是上午10点，圣歌队练唱是8点45分。咱拜三的泡茶分享是2礼拜才一遍吼。咱拜五查经祈祷会是暗时7点半，插会班是每个月一遍，头一礼拜上午10点。咱查经祈祷的即个讲节，即礼拜是加勒泰书3章第60甲14节。咱顶周人数甲方言的统计，咱家己来看。啊，若有毋对的，咱才即个民兵之士来更正。咱本组的圣港事奉，咱即礼拜交代是素琴节甲槟榔香，插花是娘长老，清扫是素琴节。后礼拜讲道是咱牧师，诗会是娘长老，司琴是义节执事，领唱是以信香，书宪是余阳执事甲民兵执事，交代是方西兄甲春英姐，插花是咱江老师，清扫是燕庆姐。咱来看周报正屏下面的本周的金句，诗篇105篇第5节。因为耶和华是好，伊的主爱到永远，伊的信息到万世代。请咱用台语来念2摆，再搁用华语来读一遍。这是请。因为耶和华是好，伊的主爱到永远，伊的信息到万世代。因为耶和华是好，伊的主爱到永远，伊的信息到万世代。因为耶和华本为善，他的慈爱存到永远，他的信实直到万代。诗篇101。这时，请咱大家三角形动手来讲感恩节快乐啊！快乐。下面咱要来念上行的诗，圣诗390首，圣诗390首。阿罗天父万福本源，关联极大，仁爱昭全。阿罗要所赎我罪犯，做我中保，奖励万全。圣诗390首，请咱大家起立来念。我
咱拢莫袂记，就是上帝的疼痛，永远袂离开。上帝的旨意也总是美好，所以咱伫生活中间，拢爱超找看出上帝伫咱所行过的路中间，怎样帮助咱、看顾咱、互咱会当跟对伊。来行过过去的一切，所以今仔日咱做伙用感恩来成做咱生活的态度，彼此对待，也对待咱四周的人，亲像耶稣爱咱所做的，疼别人亲像家己，也彼此相疼，互众人知影咱是伊的学生。愿主祝福保护恁，愿上帝已经变照恁，让慈悲款待恁。愿主上帝常常看顾你，守护恁平安。阿门。谢谢热岛闭会。要请大家尽量留步，落来参加感恩餐会。